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 channel 啊！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啟德啟欣苑嘅全新居屋單位啊！呢個單位面積係280平方尺嘅，原則係一房一廳嘅間隔。今次呢個單位裝修風格採用咗簡約風嘅路線，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啦，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全新居屋裝修套餐，連埋升級工程㗎。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咧係包括有新鋪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，新安裝房門啦，新安裝全屋嘅家私，包括睡床、衣櫃、獅字櫃啦，新安裝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玻璃浴屏啦，仲有廚房、廁所嘅假天花，連埋 LED 筒燈，全屋水電油漆連埋清潔費，連工包料合共155600蚊。我哋係絕無其他附加收費，以誠為本。好啦，首先睇睇廚房。廚房方面呢，我哋採用咗上下櫥櫃嘅設計。上方櫥櫃呢，我哋採用咗亞白色嘅門板啦。下方櫥櫃呢，採用咗啡色木紋嘅門板，亦都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。好啦，過嚟洗手間呢邊，洗手間門呢，我哋採用咗白色嘅趟接門啦。而呢個洗手間間隔呢，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設計。淋浴區呢邊呢，我哋安裝咗呢度黑框嘅玻璃浴屏。而喺洗手間另一邊，亦都安裝咗到頂嘅鏡櫃啦。我哋安裝咗一個不鏽鋼冚嚟到隱藏翻外露嘅喉管。好啦，嚟到房間呢邊，房門呢，我哋安裝咗呢組啡色嘅木框玻璃趟門啦。而喺房間我哋安裝咗嘅地台床、到頂式衣櫃同埋儲物櫃呢，可以提供到非常充足嘅儲物空間俾屋主嘅。而喺客廳近門口嘅位置呢，我哋安裝咗呢組到頂式嘅獅字櫃呢。獅字櫃嘅背面呢，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嘅。喺客廳嘅另一邊呢，我哋亦都安裝咗呢組到頂式嘅獅字櫃連展示櫃啦。而最後單位嘅客廳同埋房間亦都鋪砌咗呢款淺啡色嘅木紋磚嘅。